随日，台南有一个教原住民族语的老师，伫咧新营出车祸往生。有民但是指出，台南是真欠族语老师，所以这个老师伊就一礼拜爱走13间学校去教课，那像是咧赶去上课的时阵出车祸的。市府表示，已经有请新营区南县国中来处理理赔和申请后续的相关经费。若落尾的课，嘛有请本土语文直播教学中心来到3工。为海华阿美语的历史甲文化，教学习拢土，这名资深原住民族语老师认真教学，已兼13间学校族语教学。初二伫上课途中出车祸，不幸死亡。要跨23校，最高的授课时数1个礼拜40节。你各位想想看，我这样来回奔波，这个风险算谁的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师资的不足。台南目前30几位原民族语老师，民代发现有人相关记录跨23号教学，这期造成因来回走动、交通风险的关键，都是族语师资严重不足。在学校里面就是有课再去上课，所以他比较类似类似那种巡回的老师，所以他一定是会到各校去。也向教育部积极建议。希望放宽，让中高级认证的族语老师可以担任国小师资。目前教育部也采纳本次建议。市府表示，已经请新营区南新国中协助家属申请保险理赔等经费，也请本土语文直播教学中心协助，让学生的学习被中断，也积极争取师资。国家想要推这个教育，所以你设置这样的母语课程，可是其实没有配套去想他们这些人力的结构。第一个人不够，第二个你保障不够，人一定会继续不够，因为大家对这个职业是没有投入、跟设定、跟想象的。全国代理甲代课教师产业工会认为，教母语音乐等特殊专才老师受限伫单一学校经费，课数无度独立负担，并爱跨校教课，领重点费属于教学资源工作人员。无像正式教师有基本月级，重点费也无比正式教师悬，真歹有好的条件招聘。建议提悬重点费，也好有更较侪的福利保障，才会当留住人才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